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千千稅一下，我係你嘅稅務導航員千千。報稅表都收到差唔多成2個禮拜，你處理咗未？如果未嘅話，就要快啲開始啦，因為 deadline 嚟緊啦。稅表咁耐，掟埋咗一邊，今個 weekend 係時候攞出嚟處理下啦。點解？如果你係一個普通人，仲用緊紙本交稅，deadline 係6月4號之前啊，你仲要寄翻出去，你要預翻啲時間㗎。如果你有獨資經營業務，仲用緊紙本交稅，就8月4號之前。如果你係一個好新潮嘅人，用網上交稅報稅嘅話，你就獲得自動延期，就去到7月4號。如果你有做獨資經營業務，用網上報稅嘅話，就去到9月4號。知道 deadline 係時候諗下點樣填？究竟我需要準備啲咩資料？我哋而家開始啦。首先，我會簡介下一份叫 IR56B 嘅 form。呢份 form 其實係僱主向稅務局報稅，講你呢一位員工喺佢公司賺咗幾多收入。咁個稅表上邊有返嗰年嘅財政年度、公司名、你嘅姓名、身份證號碼、個人資料、住址、工作嘅年度，仲有你嘅收入明細。如果你發覺佢嘅收入明細同你手頭上嘅自己嘅記錄有出入，就記得同公司查詢啦。好啦，我哋嚟睇下一個個案人咯。佢叫阿威，單身，職場新鮮人。佢需要填報今年嘅綠色炸彈嘅財政年度係2025至2026年，即係4月1號2025年至3月31號2026年嘅收入。佢一個月薪嘅打工仔，2萬蚊，冇獎金花紅，全年嘅收入只係24萬蚊，強制性嘅強積金供款只係12,000蚊。佢係一個讀緊書嘅會計師學生，所以佢要交一個會計師公會年費。除咗會計師公會嘅年費，如果你係註冊護士、醫生或者一啲專業團體嘅費用嘅年費都可以扣減嘅喎。工作上有關進修嘅收入，會計師公會嘅考試費啊，或者讀緊相關課程費用就15,000蚊。佢亦都有好識保護自己，有買自願醫保2,800蚊，亦有捐款俾慈善機構，有保留收據港幣200蚊。爸爸55歲，媽媽52歲，全年都同住，亦都有俾家用港幣15,000蚊。你就會去到一個網頁嘅頁面，就係計算薪俸稅同個人入息稅。你就可以將自己手上嘅資料輸入，然後就知道需要交幾多稅㗎啦。首先你會問，咁我究竟屬於薪俸稅定個人入息稅啊？如果你淨係一個受薪嘅打工仔，只係薪俸稅。如果你有租金收入，有自己開辦一啲小型業務，又有打工收入，就屬於個人入息課稅。好啦，我哋行落去再睇下咯。今期嘅綠色炸彈係2025-26年，我哋可以按照2026-27年薪俸財政預算案最新嘅計算。咁我哋撳入去咯。嚟到呢個版面，首先你要確定你揀嘅年度有冇正唔正確，因為會影響你嘅稅款計算。咁揀返你嘅婚姻狀況，根據個案人阿威係單身，然後我哋輸入啲資料咯。佢嘅總年度課稅總收入係24萬。支出及開支呢度我會填會計師公會嘅年費1100蚊，個人進修開支15,000蚊，認可慈善機構捐款200蚊，認可退休金計劃強制性供款，即係強積金強制供款12,000蚊，有買自己嘅自願醫保2,800蚊。
好啦，其他佢都冇咯喎。跟住我哋去到免稅額呢一頁，由於佢只有爸爸夠55歲，又全年同住，所以喺呢個位置揀一。入晒資料之後，再睇多次，究竟自己有冇入漏或者入錯，冇問題嘅話，就可以去撳計算呢度，咁稅局就會出一個回收俾你噶咯喎。好，根據個案人口碑嘅資料，我哋計算出嚟佢嘅全年總入息24萬，可以扣除嘅強積金、自我進修、自願醫保、慈善捐款、會計師公會年費31,100蚊，扣除咗基本免稅額同埋供養父母嘅免稅額之外，全年應繳個可以交稅嘅收入只係26,900蚊，而需要交嘅稅款係538蚊。喺呢個稅務寬免之前，由於2025-26年有3000蚊嘅稅務寬免，所以佢係完全係唔需要交稅㗎。但係可能佢都需要交返預繳稅，預繳稅嘅金額就會係呢一個538蚊啦。大家可以將呢一頁 print screen save 低，留返當你收到評稅表嘅時候，對下同自己所收到稅局嘅評稅有冇出入，有出入嘅話，可以向稅局提出疑問。好啦，今日嘅個案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先。我係芊芊，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，話俾我知你仲想聽啲咩稅務 topic， 仲要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通知其他朋友仔嚟學多啲稅務知識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